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哋下呢系对到咧屏东嘅坎丹乡哦，大家看到了解乌安江。其实虽然讲咧坎丹乡系一个河路种，了附近从了解乌做中心点，了附近呢跳过也算系个细细个下种，跳过有一道个行业对到了达到亏欠。不过眼见眼大家还冇讲你下到河路法。其实到坎丹乡那个顺条呢，也系东公海嘅下节，东公海条冲烟啊，都有构图了解有猪啊、猪食。主要污染、冻染从解呢个好巴水。你下大家知道呢个前瞻计划，总共提议大家计划项目就系水环境嘅建设。到底呢个水环境建设，老喺你财地里面最关心呢个水质，还有水污染嘅改革。就紧紧就下气体嘅方向么？出面大会基本就累到咧屏东采体，我用2礼拜嘅时间分做2种，好好咧探讨，好好咧请教，到底采体嘅南风观点对呢个前瞻计划有哪条体想，哪条参考？你哋行样批许到恢复现场。好，欢迎大家伫下天然讲跳来到开会讨论嘅现场，提前为大家绍介来宾。第一位呢绍介系水利署嘅主笔汪文普，汪主笔你好。大家好。欢迎抢错。第二位来宾呢，你绍介系高雄市水利局嘅副局长温荣发，温副局长你好。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及现场乡亲，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你，抢错。第三位来宾，你绍介系兰西东公海保育协会嘅历史主持人周律师你好。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抢错。第四位来宾绍介系新台杜建的个了解博士后嘅研究依然钟景坤你好。现场各位乡亲，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当然也感谢大家来向下参加了解公民论坛哦。其实讲到了解前瞻的基础建设计划，你还唔但想到推背吼，吵得沸沸扬扬。到南推湾，你南方呢也有动到冇强用嘅意见。其实讲起来呀，你推湾哦是个多雨的国家，不过因为我们山高。波陡水急，所以接送吼唯有那个走台混嘅清空啊。那个冬夜天嘅时间呢，又会爆台水，所以这种非旱即涝的这个水的问题，长期以来好像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在政策推行上非常要聚焦的焦点。那其实过去也不乏各种的纲要、各种的计划。这一次的前瞻的这整个计划里面呢，要花8825亿。那个前瞻计划啊，水关应该减塞。在这一次的整个前瞻计划里面是排第2大，看到它大概规范出3大主轴，分别是发展、安全跟环境。那发展其实就是在创造水源，希望有稳定的供水，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缺水的危机，所以如何透过这个前瞻的大计划加倍投资，来达到这个不缺水。安全呢，其实就是个海绵台湾的概念哦，可以防洪治水。那环境呢，水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很多南部地区，动都改种下都很爱用改清空，用了这样环境的优化水质，营造水环境。那看到其实在这整个建设目标来讲，在稳定供水这一个很主要的这个区块，在113年的时候要达到常态性的供水，就是非常稳定性的供水，一天要再开发100万吨的水。那备用水源呢是1天200万吨。治水也是相当重要，否则两个水已经下去，所有个山用的摩天的哈，所以呢要改善这易淹水的面积200平方公里。那在这个水环境的部分呢，要推动88处的河川景观跟栖地营造。要怎么样营造，这也是大家关心。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子项目哈，从实质的建设来看到，我们看到在求取稳定供水这一块大项目。洋洋洒洒、林林总总列了许多，大家看起来石门水库的阿姆坪防御隧道，其实这个大的计划在过去就有在讨论，要花29亿；还有乌溪的鸟嘴潭人工湖要190亿。看到其实像天花湖水库喽，还有曾文南化连通管的这些工程，我们发现很多是在找水的方面去下功夫，总共呢要花掉1000多亿，占了2500多亿的这个水环境的治理计划来讲是占了大宗。再来看到第2个呢，就是在这个易淹水地区，然后看到还有就是水环境，各位乡亲朋友会觉得说，哇，这边洋洋洒洒，这边是空白一片，那这个到底是要来怎么做？今天我们非常欢迎水利署的主秘黄主秘来到现场，2500亿元按用死下去，对那个整体的环境、水的环境会有好处哈。几十年来一直在这个治理的思维上面，你就想
尽量去开发，尽量去使用 NEU 的水源。但是也在开发 NEU 的改 PMD， 大家有注意嘛？NEU 都有在当重要的投资这个水的智慧管理的，特别也得从来就摩多亚低度来展现。这一块大概我们花了10几亿，准备在整个智慧水网然后整个管理档个来做挡火的handle那其他的其实你要注意到，其他嘛挡道嘅管线的连通工程，其实它很多的大安大甲也是连通工程，还有曾文南化乌山头。这个也是连通工程，它的重点就是希望的管理的疏团利用这些工具你老的供水你搭配台风来搭配你不管喺东王溪嘅高屏溪嘅走度挡沟因为喺磨处理以后，既然也就磨水而生。所以说起来，200个千站给包就动态的部分，还关心到水的管理，这过去没有。那不过我们从预算的分配来讲，占最大宗的，我们看到还是在以工程导向的这种水库，不管是修补或者是新建也好。占大宗，不过那你刚刚讲其实是智慧管理好了，也才10几亿，那是不是也还是有所这个失衡的部分呢？工程是一个工具你要达到管理，还要有连接的管线，这些才能让它要先开发工程才能做管理吗？做一部分的还是必须要的。那另外，当冲业就讲你安全的部分你特别90年代当初那个易淹水的地方差不多有1150平方公里这个流动计划之前大概我们花了1000多亿那最后都亚行统计了，差不多还有300平方公里，还蛮完全好。所以你亚拜就100的投资的你100投了差不多6年都7年的时间你希望300平方公里尽量来减少但是有一地方地层下陷区它困难，但是你可能就搭配一些防灾的措施来做处理，所以安全的方面要来估计到。那另外就是大家请关心的水环境改善的地方这样的计划也其实也给发想主讲你讲，也还你河川的整治你懂得安全的部分，大部分都已经能够，尤其中央管河川你有到一个安全规模。但是你经常我们出国，我们可能到日本、到欧洲，你讲以给河川挡江，然后周边的环境挡融合。那事实上，台湾所以水环境也还动重要的部分。我躺起了200个千站给吧，企图从很多元而且是全面的面向来走好，其实讲到了个南台湾你个讲到了屏东个阿妹个河坝，就会东公海东港溪在这里，它与人的生活是相当密切的。不过两条河坝，佢嘅污染嘅问题冲起以来也系才提嘅地面水翻烧嘅。佢到底就经验从香港呢，佢按用个清空，就到那个千站给包图，那个水治理环境被看见吗？你先来看那个新闻报道。唔知奈来按出嘅咪是屏东内埔嘅龙江海水里边都有一粒红色嘅东西，也系乜嘅东西呢？其实这就是上游一些养殖业者排出来味全发酵的比赛，它就一块一块流在这边流过去。其实这个味道其实这些居民大部分都知道，有时候抱怨在里面也没办法。龙江海係東港海嘅支流之一，東港海將係屏東屬主嘅業者嘅排水溝。屏東縣1800戶嘅屬主嘅業者，一共有128萬頭豬嘅。一條豬嘅我嘅飼養，以最近10年，喺屏東縣日發長糧。水務業有差唔多11點又開始排嘅豬屎米有清楚呢，咁樣嘅想講點樣灌蟲嘅有過稀吧，打開了清楚咪乾脆你用必出你批多田工我有想过我要搬出屏东县了，不想再当屏东人，它不是以前的屏东县的了，差太多了。然后对屏东县政府真的蛮失望的，都没有在做事讲到我现在有点难过真的啦，我这边长那么多年了，30几年了，也有感情的污染暗严重，唔單止屏東東港海，台南嘅義園海也係佔滿有名嘅污水河壩。也唔過8825億嘅前瞻計劃，三無清楚嘅水質改善計劃，也使得民間團體冇辦法接受。還給我們美縣市至少一條乾淨的河川，我覺得這是一個國民的基本生存權。那水要乾淨的泉，絕對不是在自來水公司的那一個
那个进水槽里面才对，应该是让子孙看到是我从河川就有可以永续使用的干净的水，这种最基本权应该成为前瞻计划的主题。可能需要整合，不管是地方政府、环保单位，或是内政部营建署，来去加速处理这个区块。也就是至于如此，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计划里面来实现它。东港海目前喺高雄市凤山水库嘅水源，台湾赤雷水公司去从盐水前处理工厂，利用生物处理嘅方式，加水质装枪，希望东港海hạn擺做得係欠水時期嘅民生用水。回見得東港海唔單止從屏東人嘅眼淚，也係高雄人未來嘅救命水。好，到屏东东公海嘅污染，做啲講係地方長期以來的沉疴啦，哈，因為都看大台見到污染嘅情況，這個流域面積很大，佔了全屏東縣的1/5強，哈，它的幹流長度有44公里，其實它的範圍非常大，涵蓋了整個15個鄉鎮市，相當的人口稠密，所以人跟水的利用關係是很深的。除此之外呢，因為它的水量相當的豐沛，也是屏東平原長期以來很重要的這種豐沛的地下浮流水的來源，它也供應給鳳山水庫當作備用水源。這麼樣定位重要的一條母親之河，現在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其實可能不是現在，也是長期以來的事情。看到我們屏東過去也是在畜牧產的這個產業的大縣，它的這個道地來講就是養豬的頭數比銀行卡多啊，哈，豬兒肉128萬條，銀行芒減到90萬，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透過管理，因為這些小額分散的畜牧場排放的污水，就直接把我們的母親之河當作排水溝，所以按用困於咧，哈，其實這個污染長途係凍衝，就係看到養片，大概又相信說哈。我真的很想離開屏東，因為這個污染惡臭的母親之河。我想先請問一下我們的周理事，既然它是地方長久以來的沉疴，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徹底解決？那麼最主要來講的話，如果你要處理畜牧廢水，好來講的話，其實目前是有一個雙頭的作業。第一個就是在稽查，那麼第二個就是要用一些減廢的技術來輔導他們去移動。可是呢，這兩件事情沒有辦法單一來做。它就像車子的2個輪軸一樣，它要同步並進才會發生效果。原因只有一個，目前所有的減廢技術，你對畜牧業來講，它不叫做誘因，它其實叫做對他們講是叫麻煩。好，不管找氣發電，還是說請他把豬糞肥拿去給農民來使用，他是覺得是麻煩的，多的成本。那麼再加上就是說，現在這個整個飼料成本啊是整個上揚的，那大家又希望能多養，多養就是超養。也就超過他畜牧登記的所提報的投訴。奇怪，這個產業的總體管理，屏東縣政府有農業局處啊，那在水的稽查上也有環保局處啊，那而且這個在過去的年度預算的編列上，其實地方政府在這裡一直都沒有很好的成效嗎？是這樣嗎？是，現在這個問題就在於說稽查的人員，好，譬如說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稽查人員只有編列23個，23個你要面對的不只是廢水。你包括空污啦、噪音啦，那一年的話，這些總和的案件大概就要5000到1萬個案件，也就是說舊案它能消化完就了不起，所以它沒有辦法做追蹤列管。可是另外呢，對源頭管理這一塊也是有工作要做，可是大概只有2到3個人去做所有的這個源頭管理的時候，跑1年也跑不完，所以變成是養豬業者慢慢發現，你的這個稽查的跟源頭檢查是有很大的。漏洞的時候呢，所以它就變成越來越毫無計算的，在飼料上揚、成本上揚之後，它改成原汁原味的排放，也就是它有廢水設備，但是它不見得要去啟用它。所以那個治理東港溪廢污水污染這麼嚴重的情況，那個治理力道應該要升級、要進階，甚至要從地方到中央，是這樣的意思哈？對。先謝謝周理事，我請教一下鍾老師，水質哈本來是很乾淨，經過人為的開發行動變成髒了，再把它恢復成乾淨可以利用。請問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嗎？困難到在地方政府長年以來無法徹底解決。然後呢，我們再看到這次推出前瞻我們想到的那個名詞的定義就是一定是高遠方向有永續性的。你認為像這樣子的水質的治理，把它變乾淨，是不是前瞻其實真正的核心？怎麼樣叫做一個好的水環境？你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水體，
我们的水是很干净的，那自然就会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所谓的自然系统就会产生，然后有一个好的自然系统，就会有很多好自然的生物，自然就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它的生态的自然的栖地。它是事情变好的源头，是这样吗？对，它是它的源头，所以等到你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算丢2块石头，丢2个木头在那边，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自然生态的公园。那可是呢，问题在这次前瞻里面没有看到，我们只有看到它用一个很大的叫做水环境的建设，这个其实是有点本末倒置。我们变成说，我们应该是要把水质弄好，然后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水环境。可是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花砸大钱去盖一个好的水环境。那事实上这就有点像一个，我常常就有比喻，就是说有一个人生了重病，气色很不好。然后经过很多的名医来开了一个医疗会议之后，就说好，那我们现在给这个病人砸大钱来做一个昂贵的美容的一个医疗。那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这问题应该都会请问，你个往主笔，到底都千赞给吧？还没有对了解最重要水质该处理部分，是因为太难以在短时间之内赶时程做到，还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就刚刚主任所提到，在水域环境这一块哈，我们就280亿里面大概是有这个区块是在针对这个我们确定的这个河段的部分哈，能够有一些水质改善的一些能量来进来。那个强度够吗？因为我刚刚听周理事，其实那是一个知识体大的事情。是。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整个系统性的要处理，我想。前瞻计划有2个不同的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是例行性的一些管理法规必须要去加强的部分，原则上一般我们在一般的行政单位里面，年度预算里面都会有去编列。那就刚刚主任说的，那要比较集中性的，必须要几年之内，希望能够尽早来做的话，我们会比较资源来做一个。那你把东港系的污染放在哪一个面向上？这个部分就是说，在我们水资源单位，我们是针对这个整个一个河段的一个改善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河段的水质，还有周边的环境，还有河槽里面的一些生态，尤其一些比较软性的一些设施哈，我们可以比较做水岸景观的改善，那也跟周边环境跟村落这些来做一些结合哈。目前的在这个计划里面的规划是以这个河段为主要的。一个单位，那也就是县市政府们，它针对这个河段，它有它的规划的部分，做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包括水质的部分一起提出来。那在这个中央单位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些审查来配合。那另外，其实针对水质改善，我们在集水区保育这个部分，我们也这个计划里面也花了100多亿哈。那主要是针对对。好，我们谢谢主秘周理事，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是清楚还是模糊？在这前瞻计划，到底它是叫做水环境的水利署的水环境计划，还是水利署当一个领头羊，横跨包括环保署、农业政策，它可以有一个平台去操作，还是这件事还是得上升到行政院的政委来做？这个流程啊，如果没有把它摊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水利署现在的水管理是管理水库里面的以及它可以用的干净的水而已，那其他污染水它变成想动也动不了。是。好，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计划在这里呢，代表先前形成的过程，不要说外面有没有公听会，恐怕连行政院里面的跨部会并没有好好的探讨。后来我们也了解，环保署在这次的前瞻计划里面，并没有提任何的计划进去，因为水质的改善啊，并不需要有大规模的硬体建设，所以环保署认为他们大概用现有的公务预算的一个进度去做，只是说在这上面没有人告诉他要有一个目标。跟进度，譬如说我以选东港溪为目标，那我希望它8年内减废到7成、8成、9成，有这样一个挑战目标的时候，环保署的公务预算的编列速度就会考虑要不要调整或者纳入前瞻计划。是。那少的这1000块的讨论的时候，那代表行政院院长、政务委员没有给各个单位这样一个好的背景跟挑战目标交代。是。所以今天计划就会有点怪怪的。不过，你还有问题有非几道菜题哦。问题菜题用请，跳下เรา看到样片，为了按应该球胖胖个动公害，宪法都强下哈。过去有检举过吗？有跟环保局检举过吗？有跟县政府检举过吗？检举有没有效？那这么多年来，大家的心声很大概。抢 cash， 听说我们的乡长也来到现场。乡长你好。因为东港溪的水不但供应了屏东县。刚刚影片上我们也看到，它也给凤山水库地区的那个水库的资源
也是引用东港溪这边过去。长期以来，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周理事所讲的，水资源的整治不是只有后段。在位置上来讲，坎顶乡是在后段，但是治理就不在坎顶乡。整个水资源的整治计划也不是在水利署，应该是跨部会。是，这已经不是地方政府或者单一个水利署哦。有畜牧，有工业，但是这些那个水质污染了以后，要把这个水质改善整治的计划，要归咎到水利署。是，那也不尽然公平。是，那乡长你再看，这是前瞻，虽然是在中央，现在立法院吵得沸沸扬扬，但是在地方意见也很多，你怎么看呢？就像刚刚所讲的，跨部会的协调，把源头找出来，这方面一定要重新定义再整理哦。对，就是第一个畜牧，是之前我们屏东县潘孟安县长他有提到，有计划要把畜牧区是不是专区化，专一个区，是专一个区的话，就是把畜牧污染的部分做一个统一的管理跟整治。是，那能不能透过前瞻计划这种加码投资，做一点比较长远的铺设？先谢谢乡长这么重要的一个建议。还没有 Kita 用亲朋友也反映，这位小姐你好。那我发现以屏东县为例的话，主要它异常通报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稽查能力不足，第二个问题是证据力不足。为什么要讲证据力不足？就是通常我们异常通报了之后，环保局来采样的水体，它只采样畜牧场从放流口流出来的放流水为依法的开罚的标准。是。那过去我们常知道说，就是像刚影片有看到所谓石流河那部分，它有一些其实是已经冲到河道里面的。那我们过去也是有针对河道里面有淤积没有经过处理的猪粪要去做举发，而且我们举发的那个河道只有1间畜牧场，就在旁边而已。那我们觉得其实那个凶手是非常明确的，对，那我们就是进去做开罚。那但是环保局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还是要以放流口所流出来的水为开罚依据。那很多僵化的部分对，这样子就有一个漏洞了。第一个漏洞是我们的稽查能力不足，那万一他举发的地方是在屏中或屏南，那他移动的那一个速度可能要，依我们的经验的话，快的话是2-3个小时就来的，然后慢的话其实隔天才来。那它其实中间有一段非常大的时间差，可以让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到河道之中。是。那第二个漏洞就是说，我们去检举河道里面的没有经过发酵的猪粪肥，但是环保局不能拿那个当做开罚依据。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但是他还是只能采取放流口的水出来用。那简单来讲就是。只要畜牧场它的放流口排出来的水是合乎标准，它用大量的地下水冲到河道里面，那些猪粪尿没有人去罚说，那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漏洞。那我们的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可以建设水质水量的监测系统，对，就是针对未来可能在立法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强制法规部分，强制畜牧业旁边有安装这个监视系统。是，水质的话就是去看它的水质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是它有没有符合放流水标准。是。第二个水量的部分就是，如果它这一间畜牧场，假设它养1000头猪，那但是它排出来的范围量是差不多5000头或3000头，那我们也许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超养的状况。对，那如果说它排出来的水量比它原本的还要再少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绕流排管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建议划设畜牧的河川范围区，也就是说，那一个不是只有放流口为一个标准，而是说你排出来这个畜牧场它邻近的河道都是属于它的范围内。那如果说这个河道范围内有一些像我刚刚讲没有经过发酵的一些状况，也许它就可以针对这个范围区去对那一间畜牧业去做监察。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我们也许可以尝试着力的地方。这样。谢谢你非常详尽的说明，这样我们也听出来，难怪这么多年来那么难解决，因为它确实很困难。我们整个屏东，尤其是在东港西上的这个养猪户的场数就有1000多家，所以小额分散，这控制力很低。所以还有过去如果很多制度上的僵化很难突破，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个焦点，就是讲都按你安排改水宽给检查给吧？我们只看到一个全国的水环境改善281边下去，但是一片空白，由地方政府来各自提案，再做评比，再来做决定。有可能、没可能，用警题该给吧？走得更具体的聚焦在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些，比如说预算增资，像刚刚讲的稽查人力要增补喽，或者单一支流的减费，种种的综合性的问题。
更具体的、更有效率的来针对性解决。那跳下又讲到一个问题哦，刚刚我们校长提到，这东港溪也不是屏东人在用，高雄人也会受其害，因为那个凤山那个水库啊，就是作为高雄地区的备用水源，它也是取这个东港溪的这个水源。那我就要请教我们的韩副局长，你们担不担心取用这样的水源不干净的、有猪屎尿成河的这样的水源，其实地方政府也不乐见吧？我们知道我们的凤山水库的水源哈，大部分都来自东港溪。那当然，这个东港溪的水质呢，如果能够提升啊哈，当然对我们大高雄市民的用水来说哈，也是有大幅的改善啊。所以以市府来讲，我们也非常乐观其成哦，这个东港溪的水质能大幅提升。黄修文黄老师，我想请教哈，我们看到前瞻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供水的稳定，让台湾尽量不要缺水哈。所以发现，在做了很多的工程，做了很多水库的修补，在找水的这个部分不遗余力。他说啊，这个目标要稳定的供水，常态型的每日要增加100万吨的供水。其实呢，东港溪刚刚我们看到手板资料，它水源相当丰沛。如果把这个死流成河的东港溪，我们穷尽洪荒之力把它治理好了，其实也有学者专家去评估哦，它在枯水期最多一天可以提供50万吨，丰水期一天最多可以提供100万吨的水，当做大高雄地区的救命用水。那这样子说起来，其实我们是不是不用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洪荒之力去做后端的这个水库的修补，在源头把水弄干净，人也生活快乐，然后呢，这个水也干净了，像钟老师讲的这样，不知道您的看法呢？我在想，这么多的工程，比如说1000多亿啊，那去改善这些，其实是增加用水。那你改善水质的话，你这么多的工程也就不需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说只是想要改善水质而已啊，因为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还是要改善水环境嘛。所以是整体的流域都要去关注哈。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后续好好来请教黄老师，老师请坐，钟老师。所以讲到这种水环境是很重要的哈。不知道其他国外的经验放到台湾，尤其是在地东港溪这样的一个放在前瞻的大布局来看，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水利署都说他很重视所谓的水质的这个部分，是啊。但事实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计划里面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原则上就是这个水环境空白的一片这个。然后事实上，我觉得水质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解决。那它跨了很多部会，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农委会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所以他们要做景观设计这个部分。这是要砸大钱的。刚刚我就听到刚刚那个水利署他们说，这个部分水环境他们做那个所谓的景观设计。我自己是做规划的，我知道所谓的景观设计会产生什么样一个东西。最常的就是我有2张照片，一个是 before， 一个是 after。那 after 就是规划完之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水环境，有花有树之类的。对。但事实上你想想看，如果那个后端没有做好，农委会这些部分没有做好的时候，一下子，他马上这个东西所谓的 after 这个东西很美好的东西，一下就完了。就是我们那些砸的钱都是打水漂就不见了，感觉也不长久。对，而且最重要，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水质的处理不只是这个部分。其实台湾所有的河川的问题都差不多。它所有主要的污染大概有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污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其实我们的那个普及率非常的低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提到就是说灌溉渠道的污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田其实是被了违章工厂那在东港这边可能在屏东这边可能就是一些违法的养猪场、畜牧场，所以其实各种水源都被污染，而全部都是到那个灌溉系统的排水里面去了那这是第2个，那第3个其实是什么？其实没有人谈。就是所谓的雨水下水道的污染，有呢。前瞻计划这次也有雨水下水道的建制，对，但是那是建制它不是我所谓的是不是处理那个污热的水，对，雨水下水道的污染。那你们大家想想看雨水下水道，我们其实是在台湾是完全没有管制它的污染。所谓的雨水下水道是什么？就是你在那个马路2边的车沟。那我们台湾所有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夜市，很多临街的摊贩，很多传统市场。这些污水是排到哪边？就是排到这些那个雨水下水道里面。那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解决的时候，钟老师，那你刚刚提到好多重点，就是那个水的污染的水应该被好好看待跟治理是一个核心。那如果在前瞻计划里面没有看出来，你觉得这么庞大计划应该要退回重审吗？我
的立场，其实我觉得应该要退回冲绳，因为其实就这3个部分，我们可以大概审视一下，它主要3个部分是用水，还有什么防洪的部分，然后第3个是清水，对不对？用水那个部分，其实它大部分都是用以往的。已经在审的或者在做的那些还没有通过的案子拉回来，全部拉回来包成一包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用特别预算来做？为什么不用普通的行政预算来做就好？对不对？那第2个防洪那个部分，它有一个很大的标题是什么？是海绵城市，对不对？但是它要做什么？是做区域排水。就我所知道，海绵城市跟区域排水是2个完全背道而驰的观念，对不对？那第3个最少的部分是水环境的管理，完全没有是空白。所以说。很重视水质什么什么，但是你在计划里面没有看到，怎么让我们在座所有乡亲能够确认说，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呢？是水被管理，你还动重要，不过管理那种马改一种抽象概念，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家庭主妇要量入为出，你有多少的收入，你在做多少的支出，连用杂志给你所有都会了解得清清楚楚，才有办法在后端你要决定对这个水的合理分配、有效的利用。因你就选来看，大台因你就推翻，又去到南部地区，从安阳界议题，他们也是非常值得了解前瞻计划，我都好好起教的呢。一到秋天寒天，台湾南部就高毛雨水，水中嘅水从啊唔拉白，做得叫农民嘅水就是地下水。也都农田水的大为安尼共用奖，用在安尼规山村的水源不足的时间来补助的安尼的灌溉用的，按也深度有差不多70米深。我用到要降水的时间呢，采的安尼寒的时间、没水的时间，那就必须用到要给副头浆。打开储水机，来自地下嘅降水，马上灌到水樽。看起来该枪用唔踢，也唔过农民沾满下水，用一度登记一度，一点都唔会打伤。一工匠都对安尼自主禁用的啦，唔去搞迄种遐良心去登记啊，安尼储水也会安尼储水，安尼有咧标的，有咧资本来登记，而写名的，唔出一道土，多一道土，而城市的落实登记下去。农民写到明明白白。也唔过南部的地下水使用情况，实冇办法清清楚楚。水资源的管理如果要上轨道，很重要，要掌控就是所谓供跟需啦，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有多少水源可以供应我们使用，地下水有多少，然后地面水有多少等等，那这些你要掌握清楚。第二个就是说，这些水跑去哪里了？就是谁在使用？目前为止，高雄市水利局提出最新的统计，农业用、工业用两条地下水使用的申请，一共有925号件，夏天的用水量一日总共有58万吨。不过，水情整体的提供量还有使用量，中央和地方还是一家付一家。所以，如果你要做好这个水资源的治理跟民众的沟通，你还是要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即时动态的这个水的资讯。比如说，我这口水井，我随时要知道它现在水位多少，这个在技术上一点困难都没有。然后呢，还有这家公司到底抽了多少水？现在网络上我都很希望看到说，现在台塑跟中油，你现在每天用了多少水？水资源冇管理好，就像一个家庭搞唔清楚数日老支出係發生乜嘅事情。前瞻計劃底部有13億，可以拿來推動智慧管理系統，到底係唔係做得創造台灣呢個大家庭嘅用水智慧呢？8年以後就會有答案。因為用水也會有智慧嘅內容。我每天我會先請問，你美濃衛鄉協進會嘅總幹事邱清輝你好，請問對用水嘅分配來講吼。对一般的在地农民、村民，或者是像我来说，对全民来说，这个水的收支账是什么样的概念很重要哈。如果放在政府政策对水资源管理的这个决策上，你起到佢系嘛个重要嘅意义，
根据依据呢？水利署之前的很多政策里边已经挡出讲，我们要以供定需，就讲我们可以供应多少水，我们再来决定我们可以用多少水。但是俺能从看到的情况含猜，就讲我们提这个工业的这个用水计划书，我们提多少？好，那好像就是作为这个用水开发的依据。那尤其在这次前瞻计划，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要增供100万吨的每日100万吨的这个常态的供水，那还有200万吨的这个备源的供水。那我们其实想问说，那这些用水的人到底是谁？那为什么需要还要增加这么多的水？可是全台湾可以用的水库、可以盖水库的地方都已经盖满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就是需求的这个部分做一些控制，那我们其实能够提供的应该还是很有限。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一个家里面有这么多钱，可是我们怎么花都不够。而且丰沛的地下水在我们屏东是一个特色，那地下水的这个黑数黑账就更模糊了吧？是这样吗？在地方的掌握上？对，我们其实刚刚看到那个数字上面是说，高雄市政府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每日有58万吨的这个地下水是合法水权。可是我们前几天办的论坛，水利署是跟我们讲说，每日有94万吨的这个地下水的这个合法的水权。但是因为这些地下水井完全都没有装水表。那你到底要怎么确定它的这个水量是用多少？那还不知道我们用水量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又在前瞻计划里面放进了，就是我们要去开发所谓的地下水井作为备源用水跟防灾用井。那这个部分就会很矛盾，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用水到底有多少量，可是我们还要一直去开发地下水。那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地下水是用不完的？反正在枯水期那个中游还有水用，台塑还有水用，因为中游的水还可以拿来调度使用。但是我们会看到，那个用水量跟可以供水量有一个缺口，可是我们民众没有感觉啊，因为在枯水期我们一样是这样子照着在用水。谢谢总干事的说明。你都糖友嘞哈，因为俩捆木都给体下水，在当做这种备源的救命水使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资讯的不够掌握确实，所以大家在地底下看不到的黑黑的地底下乱抢水一通，农也抢，工也抢，所以在调度上跟掌控上还完全失去控制。所以我讲的请问应该刘孝生历史总哈，我请问很配要起到讲，尤其係到地下水该分配使用运用上，这个起码先建立一下诚实的数据，不要都说当备用水源，可是深水井一打下去，你无止境的抽，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控管，很有安用感毅力。无相同的单位提供的一个水的资讯，其实会有相当大的落差，所以要谈慢呢。有的单位讲啊，一个俺哋迄阵的水看一多吨，啊，有的单位讲含了一多吨，啊，事实上好像样诶，变成个大家一团乱账，搞唔清楚，所以慢人的资讯俺哋做拿来做依据，所以我想俺哋大家参与一个公民讨论，其中一个专门重要一个基础就话，一个用水的一个安尼部分吼，有一个专门科学性的、科学性的。理事长，那我先请教一下，当这地下的用水是一团乱账，没有好好处理跟爬梳，会不会导致将来无水可用？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从我记个理由，从88水灾时节、88水灾时节，我们南台湾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水的这个部分。照理说下很大的雨，河川的径流量增加，我们应该有更丰沛的水，但是有很多地区是停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需要所谓的救援用水。但是这个水到底要怎么调度？这个就变成你没有一个很科学、很确实的数据的时候，就变成一团混乱。是，我们听到这个重要的问题，先谢谢两位。那主秘我就要请教，这一块我们有没有掌握？在前瞻计划里面有没有具体的子计划？对它的聚焦是什么？其实石头很多亚哈了，IoT、ICT 整个通讯管理非常的发达。那事实上现在是逐步由可能来做
每一个取水设施的一些管理了哈。所以你书里面也投入一些经费用。第一个就是说，你希望有做一个资讯的平台，让各单位哈，包括刚刚李总讲的自来水公司，可能农田水利会的，还有你县市政府他们地下水有个系统，它也就是说这些农民的系统，希望未来啊，除了这个诚实申报之外哈，其实你特别你用就小姐有提到说用水计划书的审查，事实上你刚刚就有用到讲自动申报，后面再来查核都有。但是现在如果 IoT、ICT 这能够进步，那另外很重要就这个sensor啊，书里面也投入资源来讲，尽量来减少它的价金，让它能够多方面来使用。以后在这个水权上申请的时候或者展延的时候，县市政府就可以要求他们就必须要装上去哈。那经过这些通讯系统，知道158我就讲，我们可以逐步的、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收集。我平常讲，这么多的水井要收集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建制的哈，是不是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建？但是我觉得方向啊，我知道金碧堂大概你应该老梳理的方向是应该共识度是有的，所以这个用水取水的这个纳管会努力做。你们有什么样设计什么样的进程或者是你们的时间表呢？现在就是这样子哈。我们分几个部分，也就是你水权的部分哈，水权管理的部分你有本量啊部分，一个是地表水，一个地下水嘛哈。这几年我们事实上大家对地下水的关心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这个地下水的用水安全，也就是你超抽用太多之后，地层会下陷，也是安全的。天一早嘅讲做你刚刚讲量的使用，量的去控制毛病。很多会都安全有问题啊，所以这两个层次。所以讲，你书里面从前你针对安全的部分，我很多的监测井来做监测，那另外也配合县市政府一起去非法水井的查稽，像高雄县政府他们现在也是针对用水这个水井啊，从前因为从前的50、60年代哈，以经济为主要的起飞，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农民朋友，很多的就用比较没有来申请水权的方式来做处理。那慢慢像高雄县政府，它现在105年开始，它就针对用水这个水井纳管的部分，它有投入资源在做。所以在我们的千赞给房哈，有这样的企图心，要透过这样的预算来好好处理这个智慧用水的这一块。那我提前想搞，你够用洗改服 Q 中哈。其实我们现在一般利用的、看到的，或者是学者、专家、官僚部门在做研究的，都是在这个川流水、地面水。高雄市对地下水的掌握呢？在地下水井的部分哈，当然我们刚刚有看到说，我们其实是我们是依据水利法的第28条以那个第46条的规定哈，如果有一些相关地下水井的开凿跟相关的水权的申请登记管理都在我们地方政府这边来作为申请。那申请之后呢，当然我们为了刚才有主秘所提到的说，为了水权的展延登记的时候，相关的我们都预计到目前都有那个要求安装水表，来确认它是否有使用这么多量来作为它水权展前的一个那个展延的一个依据。那依照这些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配合加强违法水井的一些稽查。所以刚刚我们的刘理事长提到那种诚实数据的建立，在地方政府是责无旁贷。是的。好，非常感谢。其实你讲到了解千赞总体经费有8000人亿个水环境呢就有2500人亿，安台旁个经费来做。地方请朋友提到，你采提供用我的关心来个议题，你就还有马个想法也加了经费来提出来。想开修，你好，这位先生。刚主秘有提到说有那个现在有 IoT 的一些侦测方式，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有这么明确的目标，那或者是使用量比较大的用水大户，那会不会是从这个方向先开始着手？这样，先从大使用水量的这个单位去做管制哈。待会我们要请主秘做最后的回复。好像还有年轻朋友也要发言。你好，大家好，头都有讲到老师跟大家讲啊，也个供需的数据。那我想要请问主秘讲啊，也个供需的数据运用的实际的做法。嘿。好，我们听到你的意见，谢谢。供需实际的做法，我们请主秘做回应。也有讲到两个部分哈，一个做太用水库的应用处理哈，一个就会讲实际的应用来监测了哈。监测，其实他个报告哈，其实针对大用水户，因为他个管型开发案呐，可能工业区、科学园区，
你差不多生免前开始哦，你就有个用水计划书的审查的机制哈，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完全法制化，也就是它是配合环评的时候用来收。但是呢，去年呢水利法的修正案已经授权，未来这个开发案啊，一定是要用水计划书的这个要申报，要经过对，已经是法制化的，而且针对已经开发的，也就是头摆已经开发了，差不多有87周哎哈，其实它用水量超过3000比较大量的部分哈，我们都是必须要重新再来做用水计划查核。其实按用就是可以公权力的部分，就可以借由那个机制啊，我们就可以逐步能收集他们的用水量。这个部分假用水量每次讲自来水用量。就有假地下水井的部分，我们也要让它诚实申报。那你还有在查核机制，我觉得数据怪怪，我就会都先从这些查核。像你做个自来水的部分，水单你都要有凭证，所以逐步针对大用水户，就刚刚小姐讲，你经过这实际的查核执行。慢慢就可以掌握大用水户的一个数据出来，就会。非常感谢主笔嘅回应。所以你谈好咧发现，你嘅签站计划是都按到改签，有一些的内容比较进步先进的，又得到强心。不过呢是。这些比较有共识，比如说像智慧用水、联合调度，这个是有点前瞻的，走得继续走。它可能好像有一些不是那么前瞻，甚至是很传统、很古典的这种工程治水的思维，还没有咧好好检讨哈。因为你个半年800营运改了改贴片计算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钱，是要跟子孙举债的哈，所以我们到底是刷爆子孙呢，还是扶留子孙？出面台会当然还会持续关心哈，也为了个水资源个议题尽一份心力。你下一礼拜呢，还会继续咧深入探讨了个水资源个分配，还有多在公民之上运用个概念了解完整个政策讨论之中。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你下一礼拜再会。